去肯亞定坦桑尼亞睇動物大遷徙好呢？如果唔知點揀好，不如就睇呢條片幫你解答啦。首先喺旅遊體驗方面，肯亞嘅旅遊配套已經發展得好成熟，國際航班多資源，景點有集中，因此係好多旅人嘅首選。坦桑尼亞土地就比較大，園區之間嘅車程會比較耐，不過就有更加高嘅私密性，同埋可以避開過多嘅人潮。第二，喺動物方面，兩個國家都可以睇到大量嘅動物，但係觀察方式同埋重點又唔太一樣。肯亞嘅馬賽馬拉有高密度嘅獅子群，而坦桑尼亞嘅恩戈羅火山口就因為地形封閉，動物密度極高，遊客最有機會喺一日內睇晒非洲5霸。第三，喺活動方面，除咗 Game Drive 之外，你可以喺肯亞探訪馬賽部落，而喺坦桑尼亞，你仲可以延伸旅程去到桑吉巴島，享受陽光與海灘，或者登上非洲最高峰吉力馬扎羅山，再參加我哋嘅東非之旅。所以話小朋友先做選擇，大人可以兩個都去。為咗滿足唔同旅人嘅需要 ，Traveler 特製東非雙國團，而家仲要勁減15000蚊，今個暑假一齊睇動物大遷徙啦！